今年3月，台湾甲印度有签移港合作的备忘录 MOU， 希望会当促进台湾甲印度的合作关系愈来愈密切。目前，咱全台湾差不多有500个人伫咧印度咧打拼，有的是去做工课，有的是嫁去做印度新妇的。到底因伫咧印度生活会拄到什么款的挑战？因暗7点半，台湾技术部带大家做伙来看。 印度上侪好业人的城市，明美市中心闹热进步，国际观光客客，世界第3大贫民窟也伫咧这个城市。贫富落差、文化冲击，台湾人到印度生活工课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？这里有个特色，就是你按喇叭都没有人会怎么样啊，真的。你按10秒、20秒，也不会有人跟你吵架打架，没人理你，按的跟没按一样。 Alex 本身的专业是机械设计，2012年来到印度发展。80%人都不愿意待下来嘛。我们不强求技能，什么技能都不要，只要你愿意待下来，你就赢80%人。所以说，你就更容易得到机会。同款伫咧明美，台湾人做印度新妇，又搁会拄到什么款的文化冲击？台湾大家都觉得印度很恐怖啊，什么什么。我觉得孟买是还好。 我觉得台湾人对印度有很多的那个 stereotype 吧，就是那个叫刻板印象。那可是其实，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很大，所以每个地方真的很不一样。镜头来到印度南部ben加鲁鲁，西面规家伙仔搬来到这3个月。吃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吧，然后第2个挑战就是交通。西面伫外乡做工课，规家伙仔也对咧对中国搬到印度。其实当初我不想来印度。 可是我为了小朋友，我觉得我愿意待，就是不管台湾他们认为的好或不好，但是你的根必须要扎在，你要对你自己的国家有认同，可能是未来我们唯一能为台湾做的事情，就是把这些孩子，就是培养成不一样的观点、不一样的状态。全印度的台湾人差不多500人尔，分散伫咧无同的城市，因是前进印度的先锋。 未来也会成做台湾和印度的一座桥。记者尤以真林坤民印度报道。